观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看11月23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曹欣。真相调查委员会调查蓝苏协会了集中场土地使用争议，认定政府无得到当地居民的同意，就落去设立。总统蔡英文去到台东宣布讲，会针对地方的损害补偿蓝苏25亿5千万，嘛会成立基金会改善建设甲医疗。 总统蔡英文2日下晡去台东宣布，协会了南苏地准场使用原住民保留地损失补偿要点，政府要用25.5亿，回头来去补偿伫民国63年到88年之间，伫当地居民唔知影状况之下，使用因的土地来垦协会了。当时的核废料迁来兰屿的时候，在地的我们族人朋友确实是不知情，而且也没有表示我们政府应该提出补偿。 给我们的族人朋友，还给他们一个公道。蔡英文表示，这条补偿金会成立一个基金会，交予咱属人来管理，提供当地族人改善生活、医疗、还有建设等等。另外，88年了后继续租土地，每3年佮提供2亿2千万来做续租配套补偿金。有部分居民正面看待蔡政府25.5亿赔偿的第一步，啊，毋过嘛有真侪咱属族人抗争协会长真侪当，认为讲政府应该用更加确定的行动，甲协会长对咱属迁出去。我们想要的是立法，然后明确的一个迁塘基程。我也相信我们的小英总统也会协助我们兰屿将核废料迁出。这项补偿要点是蔡英文亲身公布，南苏的头人特别送南苏的查帮船的目标，来感谢总统落实3年进前补偿南苏人的保证。啊，毋过蔡英文嘛强调讲，原住民的历史正义甲转型正义目标，还佫有真侪工课要做，这届总算是下出重要的一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卖。首先来看《苹果日报》，香港反送中运动未收煞。香港一名真出名的作词家林夕小挺香港民众，大力批评香港政府，结果以3000多条歌曲伫中国照无看影。咱来看《联合报》第56届金马奖伫永暗上场，早暗的入围酒会。贾派如的大二得到国际影片人会比赛奖，金木明红的阳光普照得到观众的票选奖。落尾是《自由时报》第15任总统、副总统，阁有第10届的立委选举登记到昨，民进党蔡立甲、国民党。 韩张甲、亲民党宋有甲这3组人马落去拼总统局，啊那立委的选情嘛是不利啊激烈。昨总统蔡英文去台东拼选举，喊声要甲饲囡仔的津贴增加到5000块，呼吁少年辈就要结婚生囝，国家会帮助大家请用咱的后代。 去台东西夜市，总统蔡英文食各种的夜市啊点心，佮拍自我台。2日暗，蔡英文伫台东的造势活动表示，秋冬旅游补助和夜市券，互贩仔营业额有增加，佮当场发出摇囝津贴加双倍政策。育儿津贴1个月一位小孩只有2500块，未来的4年我们要把它加到5000块，好不好？也就是说，每1年我们将会。 发放育儿津贴6万元给我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蔡英文佮讲到，台湾今年前3季经济成长率是亚洲4小龙之首，经济会愈来愈好，社会福利愈健全，希望少年人紧结婚生囝，囡仔国家会斗饲。2日顶播，总统蔡英文参观力量科技企业，亲身感受台商落实投资回流的生意。 董事长柯胜雄、经济部长沈英珍专程飞伫身躯边，因为政府号称超过150间企业，挖7000亿的投资额内面，才有25亿。总统讲，投资敢有落实真重要。桃园市长曾市长也讲，新北市有很多台商回来，那甚至于台中市长也都有出来证实是台商确实是回来，而且有上班的市长都证实了是有投资那我不懂为什么没有上班的市长觉得没有投资的存在。为着消除外界疑虑，行政院特别说明台商资金回流的情形。政务委员表示，高雄市有1400多亿，头西请假的韩市长无清楚。
啊，过来走基层辅选的赖清德，针对韩国瑜以一个查某30步拍麻将，形容台湾和美中日的关系，可抗伊卖个拍麻将。我真的建议韩市长不要再打麻将了啊，因为台湾不是强盗，没有去抢美国的银行，中国也不是警察。赖清德以香港为例，强调爱支持守护台湾的民进党。台北市长郭文哲最近一直攻击台独的议题，佮批评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帆依附新潮流。赖清德认为，任何政治主张拢应该爱尊重。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是去到台中，甲中部工业区的厂商座谈，讲到1月1号的大头有影动。针对这件代志，韩国瑜答应业者会互因趁有钱。面对台中工业区的厂商，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爱大家尽量讲，业界提出的嘛是1月1号对产业造成的困境，为咱车业者嘛希望投入观光业。我们的1例1休，搞得老板不敢加班。员工我们也请不起了，为什么？这个加班它的计算方式，企业界3两下你就要倒了。观光产业只要有什么问题要补助，我们游览车也不是观光产业。我的意思说，将来深可是能把游览车纳入在观光系统。韩国瑜是回应，新一党趁无钱是国安问题。但是如果商人赚不到钱，企业界赚不到钱，那就是国家的国安问题跟危机了。韩国瑜下晡出席台中市的妇女协安会成立大会，接受媒体联访的时，被问到台商回流投资，面对蔡英文总统强调，有上班的市场拢证实有投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是反倒来问讲，有领薪水的蔡总统和经济部处长，敢有欺骗的嫌疑？蔡英文总统没有请假，目前是有领薪水的总统。经济部次长在立法院的答复是有领薪水的经济部次长。答复台商回流投资的钱是0，有领薪水的蔡英文总统都没有发现这个执政党的政府有欺骗的嫌疑吗？国民党总统和副总统参选人一北一中分进合击，一个税平政策和国政方针，一个是集中火力向准对手的施政争议，争取选票的时阵，嘛要提出牛肉和选民来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要求精锐部队按明年开始派人去网络红人馆长开的训练中心接受体能甲攻击的训练。不过受到质疑呢，国防部回应讲，国军有多元化的训练是好代志，会讨论好势才来定案。网红馆长陈志涵进前讲到，会替国军来设训练中心，不过却传出国防部要求精锐部队明年开始派人去馆长设的训练中心，而且让馆长来进行体能甲激斗的训练，引起必要众人批评讲精锐部队无欠激斗的老师，不过却因为立委的意见，国防部就接受。首先你要了解，我不会去军中申请任何的经费而且我还要花将近1000万。去设一个新的场地包含我的师资加起来，我1个月要空烧50万来支援国军。馆长透过直播回应讲，本来是真切心，会放弃免费替国军来训练，了后态度佮改变，强调讲会保守信用，继续来设训练中心，而且佮伫人面前抛出平面媒体的报道内容，爱民众来看卖敢有道理。不过军事专家认为，馆长伊专长的激斗，确实甲特战队的训练需求有无共款的所在。搏击跟搏命的训练那可能跟一般的健身的项目不太一样那有些健身的科目它可能强调说避免运动伤害，但是呢当你在受比如说特战训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 care 你有没有运动伤害，然后他只要能达到击杀敌方的目的为原则。国防部这边还是强调行政中立的立场，那这个事情跟政治方面是没有关系的。那后续如何进行的部分就等讨论了之后再做定案。针对馆长训练国军引起争议，国防部强调讲，国军会坚持行政中立，而且多元化训练对国军来讲是一件好代志，一切拢真乐观看待。若是赛后要安怎来进行，搁爱讨论才会当定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针对香港禁服民法违反宪法1条，香港高等法院决议裁决延期7天执行，也就是讲，现时香港警察也是会当按禁服民法执行任务到11月29。
香港政府定禁服民法引起争议，11月18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禁服民法违反宪法。香港政府随向法院申请临时生效令说受拒绝。香港高等法院表明，无证据显示抗议者迫害的行为有受裁决的影响来增加。裁决暂时重点是个别的做法，早前的裁决无代表法庭容允任何的犯罪行为。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抗争是哪来哪激烈？虽望有香港市民无认同，不过伊嘛认为代志会安尼发展，是因为政府的态度来致使。明仔载就是区议会选举，香港人表明，不管发生啥物代志，拢会甲选票转落去来表达因的意见。这是香港中环的地地广场，四界拢是名牌店，也毋过路人的民众比以前是减少袂少。反送中抗争继续将近半年，对香港零售观光造成正大的冲击。每天伫路人讨生活的客停车司机感受上深。很影响生活的，我的生意已经小了30%跟40%差不多了。院长讲，示威者甲警方的冲突愈来愈多，伊认为一切源头拢是香港政府完全无回应人民的诉求。当然这是不对，但是要前任后果，这个是不要倒果为恩。中视金融投资业的蔡先生认为，这半年来虽然香港社会有一寡不安，也毋过香港是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短期内底应该袂受到影响。伊嘛捌遮侪届做伙行上街头来声援反送中，对目前抗争的走向，伊态度真保留。截摊200万出来 ，OK， 政府没有反应 ，OK， 好，下一期我们300万人、400万人 ，OK， 到全部的人都出来了 ，OK， 你不可能不听嘛。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经过将近半年，一开始游行的时阵，香港人发出"香港人加油"的口号，后来因发出"香港人爱反抗"，过来因为防自杀人数是一直增加，因发出"香港人爱报复"。对香港人来讲，因有的人是认为讲暴力抗争会一直升级，是因为政府所逼，也毋过嘛有真侪人希望会使继续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来争取因的诉求。为反送中运动开始到现在，新增加将近40万的登记选民，因认为礼拜日的区议会选举是一场公投，会使来表达出香港人的心声。特别伫礼拜举行的香港区议会选举，4年一期，18区拢总要选出452些区议员。700多万的香港民众有413万人登记选民，这届新增加将近40万的选民中，18岁到20岁的选民，就将近有5万9千人。其中的建制派甲民主派议员是出的变化，非常受到外界关心。公司台语台特派记者陈淑君、张国水香港采访报道。那天气是已经哪来哪寒，不过偷渡船伫地中海的漂流事件也是有呢。伫咧西班牙的海岸巡防队甲非政府组织的人道救援船，就伫地中海救到752个要偷渡的人。西班牙非政府组织 Open Arms 天开双手的救援船，日一暗伫利比亚78公里远的海域，发现这只客满人的手灵艇，内面各有2个5岁以下的囡仔。Fast. The collaboration is fast, okay? Woman second, and we have for all. Don't worry. 这批因为手灵艇的引擎害去，伫海上漂流24点钟的偷渡客，大部分是出身中非和西非国家。救援人员检视了后发现，真侪人有体温上低和二度烧伤的情形。一个年纪的查甫人身躯顶阁有一直无好利的创伤，伊表示是这个月初伫利比亚的cứu救中心发生的情形。We were just rescued by the Open Arms and we are very happy. We don't know how to show how happy we are, but we are very happy, grateful. Me and my team, my friends and my family, all of us, we are very happy. Open Arms 人道救援船刷到来爱上脑筋的是欧洲倒一个港口会当过人道船。真拄好的是，这港西班牙的海岸巡防队伫大加那利岛外海96公里远的海域，发现一只伫海上漂流6天、载79个人的偷渡船。船顶有3个负责人、9个囡仔。海巡队将因全部送去大加那利岛南方的海港，交予当地红十字会病院进行治疗。记者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咱看到转来，咱台湾开12亿外的桃园机场的新塔台，打算伫12月中旬开始使用。不过有立委讲，新塔台到今拢无通过消防安全的检查，就已经落去放啊，安尼飞行恐惊有挂入哦。不过民航局有回应讲，迄拢是无影啦，但只是咧做系统的转换测试。塔台悬65公尺，野柳路网头造型的设计，桃园国际机场新塔台，这个月12日，伫交通部长林佳龙视察之下，提前来公布。也毋过有立委得到消息讲，新塔台到即阵依然也未通过消防安检，却是早伫9月下旬已经有工作人员进驻，怀疑民航局逃走。9月23号就已经开始启用了，在消防的上面的最基本的，你应该要去把它做好处理吧。好，不然的话，一旦发生火灾的话，不是只有内部人员的安全问题而已，这还牵扯到空中交通流量的这样的安全性，太过于便宜行事。立委批评民航局无照规定大粗大意，唔但影响塔台人员安全，也可能危及飞安。桃园市消防局也证实，新塔台也未通过消防安全设备完工的查验。机场的塔台部分有向消防局来申请消防安全设备的竣工查验，那目前的话是在承办审理当中。也不过民航局发新闻稿澄清无逃走，即阵家己的身躯系统平行测试阶段，部分人员进驻是为着飞安提前作业，并且强调新的塔台属有特种的建筑，无需要使用执照，也无需要使用许可，因为所有许可流程在时间进前已经报请内政部行政院核准，而即阵消防安检已经通过初检，敢若等待复检来通过。未来这要检附相关的资料，交由桃园市府的监管处来备查，预计上近12月中就会正式来启用了。记者综合报道。南回公路改善工程开8档的时间总算要完成了，其中草埔崩坑的因为土木的问题真复杂，上届歹放，即马已经进入最后的测试阶段，后个月就会当通车。游览车驶伫咧南回公路的草埔崩坑，南回公路安属到草埔的路段是南回改善工程的上下尾1公里路，长4.6公里的草埔崩坑，甲洪河最上水高架桥的安属高架桥接组伙，主体工程拢已经完工，开始铺面摒扫，也个漂石确认。改善的工程完成了后，拄屏东到台东会当比过去减30分。差很多啊，节省很多时间，让我们整路开起来很平稳。我们之前开南回是有点弯弯曲曲不好开，就开这一段就蛮顺的。18年启动的南回改善工程，因为当地地质的状况真复杂，施工是真困难。顶个月才通车的香兰村甲大鸟村的路段，因为地形条件有限制，敢若会当弯路混跨。若是安属到草埔的路段，地质条件破碎，工程的重点敢若会当出弯掠直。毋过也是会经过涌水区，施工的过程经过36届放弃，上严重的一届放弃，就连大型机械拢去用抬起来。抽滩涌水的一个灾害达到大概将近有36次。那最主要是因为这边的水量也是比较大，那相关的地质是比较破碎。那开挖的过程里面，我们有碰到很多的皱褶的一个地层。那这个部分来讲，大概都是我们挤压造山的所形成的一个现象。草埔崩坑是国内第5长的崩坑，公路总局表示会用高规格的监控安全，照苏花界来按崩坑影像事件侦测系统，除了塞车以外，嘛会当即时侦测到事故，也是颠倒头驶的车，还有行路的人，也是落去的物件，还有乌烟。万不若是发生火灾，得启动野水排烟系统。公路总局表示，目前南回改善工程进入最后基电测试的阶段，12月底开放通车的时间未改变。记者综合报道。非洲伫这疫情真严重，但亚洲村台湾甲日本无风拖着。中正大学就有16名学生组织团队，结合机械工程甲生物的技术，开发出非洲伫这快速的检验器。嘛，因为非洲伫这即马无预防下，研究团队会甲病毒检验出来，防止病毒传出去。经过手机 App 模拟发动了后，装载血液样本的装置来进行检测。这台非洲DJ快速检测器利用病毒基因真侪检测目标，用锁定病毒感染了后3天到7天检复期进行检测，有效来预防疾病的扩散。因为基因编辑的酵素，它可以去辨认专一的 DNA 序列。那当我们今天有
病毒的 DNA 序列在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个酵素就会被启动。那启动之后，我们就设计一个程序，让它可以的活性转化成荧光的讯号。然后荧光的讯号借由我们的机器呢传导到下面之后，我们再把荧光讯号的强弱换算成数字，然后上传到云端，然后我们的政府就可以知道说，今天这个样本它到底是有没有病毒在里面。比市面上的快速检测器剂以抗体检测为主，快速检测唔来使缩短检测时间，也降低检体送实验室风险。而即阵这个机器也未进入生物实验的阶段，而团队也希望讲未来各项家禽、家畜的相关疾病，即要有病原体比对资料，拢用来做一个检查。因为符合国际防疫需求，这项设备伫国家比赛时阵也引起厂商的关心、注意甲询问。研究团队讲，现阶段继续强化各项功能，并且申请研究专利，希望未来能替台湾在各项防疫措施顶面提供更加有效完整的科学技术。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气候的变迁甲农药全伤侪影响，台湾有未少特殊芳气的花，也是草啊，拢强要互消灭啦。因为安尼，花莲的农改场嘛开始收集真侪台湾本地有的食物，希望唔通互伊断根。今日的芳草食物园区内底，一个开球啊社会的，就是大家常常食的仙草。其实伊伫咧田里常常出现，啊，毋过即几冬所拢强要无去。啊，搁有水沟边常常看水八角、草青草，啊，搁有杏草，即马嘛拢愈来愈罕快。这些野花野草已经都不见了，为什么呢？它的最大杀手是谁？杀草剂，对，除草剂，所以都杀光光了。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看到很美美的、有机能性的、有功能性的、有景观性的这些的草都不见了。为着要甲即寡台湾原生种的芳草食物找回来，花莲农改场甲民间农场合作孵育几60种芳疗食物，希望讲会当建立生态技术，而且找出食物对抗环境的基因，互原生种的芳草会当去用多元利用。海鲜卷是放一些马告，原住民的马告，这个是用鱼腥草来做一些菜包，这个就是以那种春卷、三丝春卷的方式来呈现，再加入刺葱。但现在吃的用的那些菜啊，什么大部分作物都是我们的栽培种啊，外来种也都很多啊。我们希望把就是一些原生植物的那个种源也导入，然后后来就觉得，这些机能性还有抗逆境的种源也是蛮有发展潜力。花莲农改场强调讲，台湾原生种的芳草食物，除了会当食，大部分拢有药效，所以真有经济价值。希望讲未来会当提高产量，帮助农民以外，买到产业食物恢复多样性。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感谢土地爱护自然环境，花莲国际华南社区逐冬拢会举办夏天节。今年各甲国际咖啡节结合，阁有西农教育推广活动来推广，希望会当用感恩的心来守护这片土地。提足一花，献天献地，国际华南社区伫咧立冬这个卡岛就举办夏天节，宣示爱护山林的决心。2021年由华南国小的校长陈清俊所发起的夏天节活动，希望囡仔自细汉就会使有感谢天地的精神。希望孩子呢能够透过一些谢天祭的系列活动，就是能够对生命以及对大地万物有一个尊重。要感谢老天爷给我们这块土地可以生活，然后做农作物。除了立冬的夏天节，华南社区逐年伫咧无共月，也会自发性举办无共的祭典。亲像伫咧逐年3月份，伫咧动物要进行生团的季节，就会举办小山节。到这个时阵，就会喷农药、护万物、收养生团，保护生态。4月份会举办告天节，并告天公伯啊所做的善行善事。感谢咱天地诸神哦，互咱风调雨顺，爱当互咱五谷丰收，所以这份感恩的心应该是爱来代代相传。今年的夏天节更加和国际咖啡节斗阵举办，湖北科技大学的学生也借这个机会在咧遮举办食农教育的活动，分享友善种植和宣传农业的概念，希望共同守护这片有钱咱的土地。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各地头的天气是如何。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
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9度。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